进去躺一会儿吧。我们局长请了你为他发誓，谁要这里视频来了。我不要治病，你走开！我要去西藏，我要见鲁拉。比利公子，局长命我还我你，起码我怎敢离开你？莫忘了，局长为啥么娶了你？怕为闭梦也是你，一十几次来探望你，不为国子国外你，局长他一方他已为了你，怎能给要去要来依上你？三三我是你就长久一里，也还好因为一里，为什么在山坡开放一里？分明是不外好要害一里，可知道天上心肠是一里，我要为心上你们休想留一里。比利公子，你的病还没有好，要保重身体你。不用你管。我们局长来了。伊利公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西沙翻译佛的王子佛高兴报飞，爱民此日已早着元公子欢欣笑声，好调理。怎么，鲁兰复国了？又被围在我这里呢？我要去西沙，我要见鲁兰。火神酋长，你救了我，借我治病，我记着你的大恩。火神酋长，求求你，你就放我回去，快送我回西沙去呀！你病得不轻，还经不是上多把身，还是安心辞别。等你身体康复，我一定送你回去。你还是不肯放我回去，我自己去。鲁兰。哦，大法师来了。公子，这是我特地从临近部落请来为你驱魔视频的大法师。今马，快扶公子进帐篷去吧。是。大法师，请请。火神酋长，这位病人是个原咖。不错，他就是西沙王国土勒部落的伊利公子。哦，他怎么会病在这里呀？这都是那奸王枉他所害。北方才为国民啊亲，多年来是将称霸降落小气，皇民父老家一里，逼婚子女风啊不起，王子面的取经，
昏沉沉把路迷，一心到沙漠相救同为闭梦闭。和尚三个放苏心，神经悠悠明翻身，方法是妙水未曾早时雨，关个是道谁从理？好生好生，活生就在。本身是一粒公子没伏笔，英雄当爱没人情，你是此官为非心机，莫非你啊？哎，他千里故乡有知己，他与路人王子有婚礼，归心似箭朝夕。可是我人生姊妹是真理，莫令教等他比喻，说归期。啊，不错不错。哎，这是可惜呀，可惜。哦，可惜什么？活生就在。那王子复国未登基，落节披来兵报齐珍珠啊，珍珠之意不过为无涯可是名贵路兰王子死了，哎，是死了啊！罗兰，伊犁公子，伊犁公子，伊犁公子，伊犁，伊犁，罗兰死了。罗兰死了，罗兰，大不死，你看，罗兰，啊，魔鬼，魔鬼，魔鬼！哎呀，当归，当归，当归！伊犁公子，有鬼，快让他水下，让我去鬼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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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木兰惊破我的王梦，先生逃亡到闭梦珍珠啊，谁想冤家呀落梦，我这里张人龙回，定叫我们怎么样啊？这病人分
身有邪法，触犯天人，恶魔转身，十分凶厉呀！这便是我自豪，大法师，甚至他也并不起，叫活生是我向西沙灵帮交代，万求法师想想办法。这个嘛，我就顾其私让一事，不过一切须听真主安排。只要能治好他的病，一切送命。先将他身上邪物取来。他身上只上着一块玉牌，别扶他吧。对，看来玉牌就是邪物，快快拿来！金马，快叫他把玉牌取下。哎，谁敢抢我的玉牌？大法师，你看是我是好啊！哎，恶魔厉害呀！看来只有一个办法。哦，有好办法。只有介入贵人阳刚金银之气，要使他身上邪气。如来，才能驱逐魔鬼，消灾解难。贵人，眼见贵人收替你活生酋长，只要伊犁公子早早献谕，就请酋长立即与他成亲。哎呀，这便是如此的啊！这是死命救命啊！这里好像是闭门部落了。今天这里好像有什么喜日嘛？哦，请问你们今天这里有什么喜日啊？哦，我们的活生酋长今天要西沙的伊犁公子成亲。什么？伊犁他竟会在这里成亲？活生酋长，在真主面前，你一定要祈人祷告，祈求真主为伊犁公子施福啊！我知道。恩呐，是恩呐，恩呐也在这里。王子，我们快去拜见这里的酋长，叫他将恩呐交给我们。这里的酋长居心此后，难以猜测。还是先去找到伊犁，分明究竟也好。景深，对，是景深，熟悉的景深。姐妈，你去看看，外面是谁在弹琴？好吧。你们是弹琴卖艺的吗？不，我是算命的。算命的，那随我来吧。伊犁公子，外面弹琴的是算命的瞎子，我已经把他带进来了，请。你先进去，我在外面见机应时。说
率命的下旨，放在丹青的是你。是我。你带的情好像不是这里的乡音。我是从远方来的，请问小姐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闭梦部落。离西沙很远了。什么？西沙？你是从西沙来的？是的。我听你的声音好像很熟。我听你的声音也很熟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小姐，你要顺谁的命？我要顺的就是西沙王子的命运。王子，小姐，那么顺命吧。
水明灵，宝林。王子的命怎么样？小姐，开眼叫声好小姐，王子的名儿你听仔细，他是个眉清目秀、聪明儿，西山皇宫好子弟，父母钟爱是珍宝，孙过玉佩做表记，以玉佩上数目王子是故事，千载万世永不忘矣。人往日子多欢乐，谁知平地风不起，看那半天遭薄雨，一家各从各分离，是娘忠心去王子，他从刀剑之下逃出去，光阴流水容易过，已经不去已经，王子长成到17岁，人配表昂在看无意之中一公子。怎么，王子遇见公子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是从命里算出来的。那公子叫什么名字？公子的芳名叫伊犁。叫伊犁，是叫伊犁。小姐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是听你说的。那王子遇见公子，便怎么样？公子美貌似少女，那王子是多情与风雨。
人不起，以为抢去做皇儿。王子教长这公举，中华无数相思人，那是绿的流离，这样相爱是不能够。早知道皇上便是没犯人，一重人变出两重人。王子教长被折破，今日胸脯下多水，雷隆隆风怒吼，天翻地覆鬼神神。王子两眼看不见。他的眼睛瞎了？是的，和我一样的瞎了。你的眼睛怎么会瞎的？我不知道。那么，公子你？那公子才挖起飘零。那王子又怎么样了？这真是爱河之中起波浪，鸳鸯偏照无人旁。王子他活泼重返去皇宫，人年桃花心悲伤，十件衣裳宫门忙，到夜里坐上相思梦，一觉醒来无人应，别人欲照寒窗，他只有一曲古琴悲往事，只落得今生凄凄相叮当。于是他教长改办一个通，风餐露宿无阻挡，但因把那悲歌唱为造新公子飘四方。会不会找到公子？他会不会死？他没有死，他找到了公子。什么？他没有死，他找到了公子。那王子他是千希望万希望，总希望找到公子可人上，谁知道相见恰是不相识，他将要明报琵琶鸣家呀公子，
我将他静静地藏在身边。我的牛背，我的牛背，我找回了我的牛背。伊犁，你看我的眼睛，你的眼睛亮了，我的眼睛亮了。我看见牛背一轮放好花，我看见鲜花一轮吐芬芳，我看见水根青来草根落，我看见水根菊模样。从前
下紫砂分机关，局长你去看看。嘿，嘿，嘿，稳当！去！啊！哎呦！起来，起来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和珅酋长，他就是如来王子，他没有死。不知王子驾到，多有失礼，望且死才。那里一里多蒙巨物，感恩非浅。和珅酋长，他就是谋王篡位再产生的恶魔安达。是安他！哼，乱人设置，圣人得而知之。来呀，将他押下去，听为如来王子发落。走。是。和珅酋长正义临尊，令人钦佩。唉，三贵呀，和珅不明，险些受凶魔所骗，因而天网恢恢。至今凶魔落网，公子病愈，王子远逃而来，喜事重重。和珅今备水酒以作庆贺。不过一时，国事繁忙，如兰立功一举，在华不能久留。你我必领等我来日方长。此次恭敬不是聪明。